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到尼希米记第几章？第9章。咱读第几节到第几节？第1节到第5节。然后咱的金句是读第6节。这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，其实真歹读，但是我想真无简单。咱教会有真侪人伫即个中间，尤其是咧聚会时所讲的台语，会当真完整将圣经内底的话语，包括今仔日所读有真侪人名，会当伫遐真好势甲读出来。我想是这是真无简单的，会当伫海外教会无论是年长的，还是年轻的，拢三甲伫即个中间，用咱的语言伫遮咧读咱所熟悉的圣经话语，我想这也是真无简单的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所讲到的以色列百姓，因所做的就是安尼。咱今仔日甲以色列百姓做同款的代志。伫今仔日咱的圣经节内底，包括咱谈多所读尼希米记第9章第6节，谈多第一句，伊讲到是你独你是耶和华。这是伫咱谈多所读的即个经句内底，第一句，你独你是耶和华。然后伊继续伊讲到，你创造天甲遮的天的天，甲天顶的万军，地甲地上的万米，海甲海中的万米，这一切拢是你所保存的。然后最后一句讲起，天君也敬拜你。我想这是一种以色列百姓伫因转来通过尼希米所起造的城墙，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因一种的信仰的告别。因伫即个中间重新来告别因的信仰。你独你是耶和华。但是趣味的是，耶和华是啥物？耶和华是啥物？独你是耶和华。耶和华这3字是啥物？这绝对毋是咱的语言。耶和华，耶和华，这是翻译的音。但是耶和华的意思是啥物？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吗？耶和华敢是上帝的名？咱所敬拜这个上帝的名，敢是叫做耶和华？是的，请举手。咱所敬拜的上帝的名叫做耶和华，是的，请举手。有人敬拜甲咱无啥同款的哦，毋是的，请举手。嘛是有人举手哦。耶和华到底是啥物意思？独你是耶和华。耶和华其实伊伫希伯来文内底叫做亚伟，但是亚伟来即个咱中间英语较好的请问即个要安怎发音？YHWH。即个本来是对遮来的，即个是希伯来文。希伯来文是对正边读过来倒边，所以伊咧写的时是对伊咧写的时是对即边写过来，伊是对正边写过来倒边。伊若翻译做迄个阿巴伯，伊就是用 YHWH。咱会甲伊翻做中文天主教的圣经，甲伊翻译做亚伟。但是即个亚伟，这4字的字母要安怎发音？敢呼会出来？是安怎呼袂出来？是安怎呼袂出来？没有母音，因为没有母音，所以伊呼袂出来。是安怎会没有母音？因为伫早前的希伯来圣经内底，拢总无母音，拢无母音。所以现在讲的希伯来文，甲圣经时代所讲的希伯来文，其实有真侪物件无啥共款。圣经内底希伯来文是死的语言，已经无搁发展啦。伊只有记载伫圣经内底，其中有真侪字咱袂晓发音，袂晓念，因为伊上早所写落来时内底无母音，无母音要安怎读？你爱家己加起。所以有的人有学者将伊即个母音加起了，
伊题表内文加去伊的母音了后，转读做啥？绝好吧，绝好吧。若翻译做和合本，翻译做咱的语言，转翻译出来写的中文是啥物？耶和华。啊，咱台语读做亚和华。咱台语读的是将中文直接翻译做台语，所以读做亚和华。但是这个耶话上早是啥物意思？伊上界原始的意思是啥物？是啥物？是即个袂当叫的名。迄个名你袂使叫。我老爸的名我袂使叫。我老母的名我嘛袂使叫，因为迄是我的长辈，所以袂当直接叫名。对人来讲，袂使直接称呼上帝的名，因为咱是啥物？伊所创造的，所有的万物拢是伊所创造的，所以咱袂使伫迄个中间称呼伊的名。若是到希腊文，伊将伊翻做简单翻做用主来代替。啊，若是英文，伊用 Lord， 反正不管安怎翻，伊就是袂当去称呼迄个原来迄个上帝的名。啊，迄个上帝到底叫做啥物名？伊的名袂使是人所家己号的，因为伫人的文化，伫犹太人的文化，伫咱华人的文化，只有长辈有迄个权利，甲囡仔来号名。所以我的大汉查某囝叫做敏仪，敏是我用的，仪是阿公号的。啊，第二个叫做敏珍，拢有因的背景甲故事。因为我妈妈已经无伫个啊，总是佮想述即个性命，万金人寿。啊，人民有3个，所以最后一个叫做敏山，无拍算，就有人家己去排队，要做敏4、敏5、敏6，啊继续排落安尼。后来我嘛才发现，原来用数字来号名真简单，看你要生几个拢会使。号名是一种的权利，号名是一种的权柄。号名是用至权无上的地位来下底的人，甲伊合齐讲，你叫做啥物名？所以，假使咱的名若是算命算出来，算命所挖靠的亏力是啥物？算命，伊所挖靠的亏力，嘛是一种的力。啊，拄去笔画咧算，拄去不管是咱迄落，你是要用迄个易筋经，你是要用迄个紫微斗数，你是要用塔罗牌，伊背后所挖靠的，拢是世间的一个灵，是一个看袂到灵的亏力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号名有伊的权柄。所以即个名耶和华这3字原来上古早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迄个你袂当叫的名，迄个名就是神。就是上帝，就是 My Lord。然后你若是加上希伯来文后来所讲的叫做阿都乃，阿都乃的意思就是我的主，我的主阿都乃。上帝的名到底是啥物？其实，若伫圣经内底，你会当找到几来的。上帝的名若是伊原来意思，若是上帝讲互摩西知的，讲摩西甲问讲。你叫我去找法老，伊若问我讲是甚物人叫我来的，我要安怎甲伊？结果上帝安怎甲讲？伊讲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就是我从开始的时，世界开始进前，我就已经伫的，然后我现在伫的，将来咧嘛永远伫的，这是上帝。然后伊讲 I am who I am， 我是那个我是。若是即个我是，其实有时伊是敢若迄个是，我是，我存在，我是那自有拥有的。若是伫约翰福音第6章35节伊内底讲，我是啥物？我是生命的粮。若是第8章伊讲着啥物？我是什么？世上的光。若是第10章伊讲着我是，伊讲着的是啥物？好牧人。
那约翰14章伊所讲的，我是啥物？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所以，这个上帝的名到底是啥物？咱伫这个中间摇一步，咱真困难去摇着讲上帝的名到底是啥物？因为伊是上帝，伊就是袂当互人受创造的命来号命迄个创造的主，受创造的命袂使号命迄个受创造的主。这个上帝就是上帝，袂使用人来甲号。袂使用人的官兵来合制即个上帝来甲伊限制讲，伊就是敢若会当做啥？是安那以色列百姓入去到迦南地，因会去拜当地神，因为当地神有会生育的神，有迄落农业的神，有管天气的神。但是以色列百姓的上帝只有一个，伊的神只有一个，耶和华上帝。耶和华上帝管啥？这是以色列百姓一开始无理解，耶和华上帝拢总管。所以伫即个上帝面前，所有一切拢包含在内。讲转来到尼希米记，尼希米带以色列百姓将城墙拢总起好，起好了也分派百姓入去到伫城墙，一人一位，然后开始修理。修理了也开始互人固守耶路撒冷城，固守了后，伊阁用祭司，阁用利未人伫迄个中间三甲排列献祭服侍，互一日有24班伫迄个中间来轮班，然后伫迄个中间献祭的人烧的香、祈祷的声拢无煞。当这个代志拢完成，咱顶礼拜所读到的尼希米伫第8章。伊调集真侪人，重新转来到伫耶路撒冷。但是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为着要做啥物代志，就是今仔日的重点。尼希米记第9章，以色列百姓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认因的罪，认因过去所犯的罪。我想这是真特别的。伫即个中间，咱看见尼希米记第9章，伊分做本来的段落。假使你若看第1节、第2节，伊讲到所有人自责，然后拍人，敢是因自责创啥物？自责禁食，奇怪，若要互大家自责，应该爱拍人才对。若是拍人，大家会来食，一人一出菜。真青草，真丰盛，真澎湃，安尼大家毋才会来。但是因拄好倒兵，自责倒来甲你讲啥？爱禁食，因为禁食为着要创啥物？要迎旨、祭司、文书，迄阵伊叫的尼希米所叫的，就是文书以斯拉去读啥物册？读律法的册。当因读律法的册时，因才发现有真侪物件因已经袂记啦。原来以色列百姓因会伫中间三角来自责，然后过一个节叫做大寮仔节，那是和合本的翻译叫做祝棚节，大寮仔节，咱的和合本迄个台语的圣经内底翻译做大寮仔节，就是搭帐篷啦。大寮仔节其实是为着要修行。然后伫迄个中间，大家三角感谢主，因才发现，当因失去土地了后，因已经袂记即种的过去的即种的风俗，因袂记即三角自责，袂记即为着上帝的小事，三角来感谢上帝。所以因伫即个中间，重新来读律法册，重新伫迄个中间来认因的罪，重新伫迄个中间来告别因的信仰，讲你。独独你是耶和华，你独独你是耶和华，是管天管地、创造天创造地一切的上帝。然后，阮即群人，伫丧失阮的土地了后，要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重新来回想上帝啊！
你过去怎样做阮的上帝？上帝啊，你过去怎样带领阮的祖先出埃及，行旷野入迦南，重新伫迄个中间感谢上帝的名。这是尼希米记第9章。但是真趣味的是，假使我若是以色列百姓，伫迄个中间，我若有机会四散了后去到世界各国，然后重新迄阵是波斯帝国，所以伫波斯帝国的时，会当重新搁转来到伫我的故乡，那我一定会去甲尼希米讲，尼希米，你甲王遮尔好，尼希米伫王的面前做啥物？酒政啉酒的，你甲王遮尔好，你甲一个白白尔，然后王甲你问讲啥物代志，然后就随互你会当伫迄个中间转去到伫耶路撒冷登起城市。哇！尼希米，你的面子有够大个，毋知你敢会当去甲王讲啊？互咱即个所在吼，犹大省吼，毋通阁省啊！毋通做犹大省啊！伊迄阵吼已经无国家嘛，所以只是因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尔，莫阁做犹大省啊！你看伊吼会当互咱独立的做犹大国啦。亲爱兄弟，你爱做，你感觉犹大省较好，还是犹大国较好？哇！犹大省较好，还是犹大国较好？应该是国较好啦吼。若台湾省较好，啊台湾国较好。哇，这两个差遮济。所以我想真侪人会当伫迄个中间，有可能伊讲尼希米，你甲王遮尔好，你太无爱甲王讲，互咱的犹大省会当独立成做犹大国。遮个人，重新伫迄个中间，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敬者，读圣经，然后认罪，最后报恩。因为伫因的心内，因所爱的非常真意爱，因会当有一个新个独立的国家。但是，搁较重要的是，是人掌权还是上帝掌权？今仔日咱常常拢甲上帝号名，我敬拜上帝是耶和华上帝，所以我祈祷你爱听，我恳求你爱实现，我所摆咧的祈祷，我所为你所做的奉献，你每一点拢爱纪念。咱常常咧甲上帝号名，甲伊讲，你若听我的，我就甲你起大教会；你若束缚我就服侍你。咱常常咧甲上帝咧号名，号迄个咱意爱的名，号迄个咱人生内底伫世间所行，我真欢喜想要行的路。但是即阵人毋是，即阵人重新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去回想，耶和华上帝怎样伫因的列祖的中间来引带带领因。对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对约伯、但以理、尼希米、以斯拉，一直到伫咱的身上。即块石碑是摩西纪念摩西伫迄个中间在看迦南地，即张相片是安尼所翕的。即个石碑伫遐咧纪念讲，摩西无入迦南地。总是徛伫迄个所在，迦南地来看，看到若是按照圣经讲，看到遐个山、遐个河，看到迦南地所有一切物件。但是事实上有去过的人应该知影，敢看会到？看袂到啦，伤远啊，看袂到。但是伫迄个平原内底上界悬的，就是即个山，所以伫即个中间做纪念。有人咧讲，摩西真可怜，伊拼伊一世人所做的，然后停伫即个所在无入迦南地。
所以摩西真可怜，因为伊得罪上帝。但是我讲，摩西真幸福，因为当伊结束伊人生的旅程的时，伊是互上帝所用的器皿，然后伫以色列百姓的历史顶端，成做一个伟大的领袖。无入迦南地是上帝对摩西的任命，互伊行完旷野了后，毋免搁入迦南地继续征战，因为伊人生的目的已经伫即个中间来结束。有时咱真无法度理解，上帝既然讲我是光，是安怎搁有黑暗？上帝讲伊是好，是安怎会存在歹？是安怎伫咱的世间有真侪不如意的，甚至不如意的部分，比咱如意的部分还搁较侪。有时人会问讲上帝真奇怪，是安怎伊讲祝福互我，但是我所看到的，拢是人生路站的崎崎岖岖。我想有真侪时，咱伫即个中间有真侪咱无法度料想到。毋知咱会记得有一个故事，讲到过去，若是要空运迄个麻，日本人真爱食麻，所以捌有一站麻，日本的麻拢是对台湾饲了，然后用飞机送过去到日本。但是麻伫迄个飞机顶，有时啊全袂记去喘气，全翘起。啊麻伫日本真好价，所以真侪人咧饲麻，啊饲甲要互用飞机甲载过。后来大家发现，插麻即个麻去到顶悬飞机顶，伊会安怎？全像咧要困尔安尼，然后去到日本全死去。大家一直咧想办法，这麻看到就真健康，啊看到就真肥真水，是安怎伫迄个中间一直无法度会当保存麻的生存率？所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，伫饲麻的桶仔内底放一只啥？鲶鱼。啊，即个鲶鱼甲麻本来就毋是好朋友，但是事实上鲶鱼也袂去食麻啦，鲶鱼敢若会食细只的麻。啊，若麻若大只咧，鲶鱼也无在了食。但是真趣味的是，当即只鲶鱼放在桶仔内底，麻开始安怎？开始旋，开始走，一直走，对台湾走去到日本，还搁咧走。然后伫迄个中间保持伊的活力，保持伊的体力，然后看见鲶鱼若收到多，麻就安怎？伤到多。所以因为安尼。去到日本的时，大部分的麻拢活落来。有时咱会想，上帝啊，你既然创造这个世界是好，你既然是掌管世间所有一切，是安怎你要容允撒旦伫世间存在？是安怎你要容允迄个歹伫世间存在？有时讲法有真侪种，但是今仔日。咱嘛咧问遮以色列百姓，当因亡国了后，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，是安怎第一个所想的，毋是想讲犹大国要独立，总是转来到伫上帝面前讲，你独独你是耶和华。即句话要安怎翻译？你独独你是我袂使叫的。我会当去叫，我会当去甲全世界所有一切的物来号名。我会当想办法来排我暑假的计划。我会当伫我的人生中间来排列我要安怎行，要安怎做，读啥物款的学校，娶啥物款的某，总是只有你，独独你，是我袂使去掌握。因为所有一切权柄在伫啥物人的手里？上帝。以色列百姓伫亡国了后，才重新去想到，是啊，过去是我独独我，是真做世界的中心，所以世界爱为着我来生。一直到亡国了后，才重新去发现，你独独你是耶和华，是迄个我袂当叫，
是迄个我袂当接纳，是迄个我袂使趁着我家己的欢喜、我家己的忧伤、我家己的情绪，一直到我家己所想爱的来安排上帝要安怎行，要安怎做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伫迄个中间，重新去看伫世界、人生到底是人掌管，还是上帝掌管？咱才重新来看着一摆，咱和咱家己一生最后的结局，咱拢无一定有法度定着。咱当时要徛咧，当时要倒咧，咱拢无一定知。咱唯一会当做的只有一项，就是趁伫咱人生每一个历程，拢来见证上帝的作为。趣味的就是，要见证上帝的作为，是伫咱人生上请命的时来见证，还是咱上软弱的时来见证？有时要见证上帝的作为，毋是伫咱上好上请命的时，毋是伫咱上有气力的时。咱会当伫年轻少年的时，靠咱家己的气力来走撞世界，就是到伫咱年老的时，咱只有靠上帝的怜悯来过每一时每一刻。咱会当伫年轻少年的时来大声喊讲，我要有啥物款的人生大计划，总是到伫咱年老的时，咱含要伫什么所在要倒落去，咱拢无一定会当决定。亲爱兄弟，你生命的历程，得见证上帝作为吗？咱是徛伫光的迄边，还是徛伫暗的迄边？咱是徛伫懊恼的迄边，还是徛伫埋怨的迄边？咱是徛伫骄傲的迄边，还是徛伫恳求上帝怜悯的迄边？咱是徛伫世间人伫迄个中间来心生的迄边？还是世间人看见恁遮的基督徒甲其他的人真正无共款。亲爱的兄弟，人有一日拢爱面对上帝。今仔日以色列百姓，伊毋是去面对因国家亡国的艰苦日子，上主要的是以色列百姓重新伫遐来看见家己所犯的过错。重新来到伫上帝面前讲，耶和华，你的上帝对永远到永远，耶和华你荣光的名是应该何乐，盘过一切称呼。咱有一日拢要面对上帝，总是当咱要面对上帝时，咱要用什么物件来面对上帝？是咱世间所有一切作为，还是咱对后一代所留落来迄个好的典范？你。独你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毋是上帝的名，毋是咱会当叫的。愿咱拢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伫伊的面前，恳求上帝的怜悯。愿咱伫人生所行的每一个路站，拢会当看见上帝用恩典慈悲带咱行头前的路。咱三人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上帝。阮伫圣经中看见，你搁一摆，互以色列百姓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读你的话，认罪，然后学了你的名。主啊，阮伫即个中间，阮也要搁一摆学习以色列百姓伫你面前的谦卑。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毋是只有看见阮伫人生中间所做一切的，互阮来看见。你对阮的怜悯，祝福阮徛在伫阮所该徛在的所在，祝福阮所讲的话，通是互人学习学了上帝的话。阮所讲的话，通诚做正人来学习见证上帝名字的话。主求你，互阮伫世间，阮需要分辨来徛的时。愿阮徛伫上帝的一边，互阮是诚做你的见证，诚做你的荣耀。主，伫阮过去所做无到遐，也是阮所讲的话得罪人，得罪人，就是阮伫所做所行的中间，毋
毋是互人得到帮赞，却是互人来行入歹的所在。主求你怜悯阮，擦消阮一切的过失。求你也搁一摆用火炭来烧阮的喙，互阮搁一摆来清气，通伫众人的面前来出纯洁的话语。主假使阮伫人甲人的三角做伙中间，有因为阮个人的利益，因为来固守阮个人的利益，袂记即来固守团体中间的公义的事，主求你赦免阮。阮愿意搁一摆摆列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，求你赦免阮，互阮所摆列的祈祷，通成做阮人生一切的头目。主，当阮算消阮家己的日子的时，求你互阮也亲像以色列百姓，通过尼希米起声唱，重新组织以色列百姓调一音，用上帝的话成做阮人生的真理，以及阮所要军队的方向。互阮伫即个中间，用上帝你的话语来判断世界的是非，互阮知影阮着安怎行。求你开阮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伫阮的内底，成做阮人生的快乐甲帮助。主假使阮无法度将你的话语听入阮心内，求你对天顶搁一摆来擦消阮的罪，互阮重新白纳洗，互阮的心内是会当缀你的话语，成做阮的快乐。主，阮恳求你，当阮伫阮人生所行的路站，最后要面对你的时，求你互阮看见阮伫你面前所有的服侍甲价值，就算是小小可的一句话，勉励人的一句话，帮赞人的一句话，引带人的一句话，拢成做阮伫你面前，互你算小记伫生命册。主求你，互阮毋通成做一个你所怨恨的，互阮无法度倒来到伫你的面前。主，求你擦消阮的罪，求你互阮伫即个中间重新来看见摩西伊所看见伊的信心甲仰望，帮助以色列百姓来跑走头前的路程。愿阮摆列阮的祈祷，成做你所感觉的。愿阮所摆的祈祷，求你听阮的祈祷。安尼恳求、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